有民众伫新竹市咧坐这观光的5分车的时阵呢，这车煞雄雄去弄到月台，头3节车厢搁并车去，加在是无人受伤。后来检查才知影讲，原来呢哪像就是囡仔甲这石头放伫个铁基路顶悬，毋才会致死意外。这相关单位是指出讲，会专门来检查铁基路甲车辆的安全，无问题才会搁再开放。 5分车豆豆向前驶，民众沿路欣赏风景，无受到后一秒。并且现场乱吵吵，车顶的囡仔把吓惊到当场哭出来。那其实，在前面都是很顺畅，一直到转弯处，突然就是有一个可能像是轮胎卡到东西的声音，然后就开始晃得很厉害。那他撞到排水沟之后，整辆车就是翻覆。新竹市公路里5分车，在日本时代是用来载渔港甲市区之间送货用的车辆，尾仔变做当地观光景点。当地里长讲，这摆的意思是囡仔把石头放伫铁基路顶悬，才会发生意外。不会啦，因为基本上还是慢的啦，对啊，老人家也 OK 啦。哎，给你石头给放喺遮了，啊，你跳来咯？多吗？啊，可以超班的哦。 够快，对，差不多剩这大粒啦。事发后，现场公证人员立即协助旅客疏散并安抚情绪，随即暂停行驶，全面检查轨道及车体安全，已要求维管单位提高行轨频率，强化现场管理及安全防护措施，杜绝类似情形再度发生。好佳在事故无造成人员受伤，相关单位指出，未来会规划增加电感设备来确保游客安全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